那每人要谦卑，要相信上帝。在耶稣基督名，呢個福音講，在以賽亞書58:11節按樣人講到，我隔你同在，我勸待你，我伴你保，我讓你唔會走係唔係走呢？你心中你唔會走，你個平安唔會走，你個快樂唔會走，攏總佢帶隻家寶寶，意思咪？攏總佢祝福隻家要平安，要快樂，要歡喜。嗱，然後佢講，我照顧你，本身體健康，強。嗱，上帝照顧自己身體健康，嘛強。嗱，然後佢講，你就係像一個島量有水嘅島，啲水唔係走hết，嘛嘅意思呢？上帝嘅一個同在，勸大自家唔是讓自家困難，唔是讓自家煩惱過度，因為佢照顧人，因為自家要謙卑嘅心。照一個內行，然後用像一個水樣，唔是走hết，水唔是走係講咩意思呢？嗱，這個平安唔是切hết，這個快樂唔是切hết，這個喜歡唔是走hết，唔是切hết。所以有人是講聽耶穌嘅路，聽上帝嘅路，是講得到隆重這個同在。嗱，隆重兄弟姊妹係要謙卑，你打開心，你打開口，你信任相信，你有信心，佢能夠祝福自家。嗱。見到嘅係禱告，本攏總兄弟姊妹，呢個小病嘅心關係，冇斷可能咪要乜嘅頭腦痛，要平痛，甚至要不到腰骨呀、腎陰、腳腎陰痛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一切嘅念出嚟平，做耶穌家己醫治，呢奇妙手中嚟醫治佢，嚟打發，透過呢個變相，攏總得到呢個信息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嚟禱告，阿門。